喺我身後咧就係呢個小區嘅門口，咁旁邊咧有一間美宜佳，咁已經開咗噶啦，所以你平時買水、買啲煙啊或者買嘢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樓下所有嘅商鋪咧，佢都係唔賣嘅，只係對外招租嘅啫。仲有咧就係呢度嘅物業，佢係對呢個商鋪招租係非常之有要求嘅，所以咧日後呢度嘅物業入嚟咧嘅經營咧都係非常之高端嘅。喺中山市中心東區旗江新城呢個片區，依家只要40零萬就可以攞低3房或者4房，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。現在買仲可以選擇毛坯或者精裝交付，低總價享受市區嘅配套。如果買到高層，景觀更加之靚，俾你有居高臨下嘅感覺。即將9月份仲有香港嘅直通巴士，呢度嘅優勢就係總價低、生活方便，每個星期6日都非常之多香港嘅朋友過嚟入手。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